之前说你脑子缺陷的话，我都收回。其实，你心地善良，有正义感，你乐观洒脱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活力和韧劲儿。如果没有你，这次发布会我很可能就搞砸了。我看着你不顾一切的让我改变主意的时候，我真的挺感动的。我在想，你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力量，让你义无反顾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着，争取着。你对我的影响真的挺大的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这是在夸我呢？对，我就是在夸你，而且你对我越来越重要了。忽然间发现心被你别动，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，像漂泊的船，渴望能靠岸，再大风浪也不能阻拦。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。青涩的时光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。失业我倒不怕，小丽叔他跟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，我可以去他那儿上班，薪资跟待遇都不比你这儿差。不是，破苹果吃我头疼。妹妹呀，你在干嘛呢？哦，你醒了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，而且很严重。我试试。是你发烧了吧？你脸怎么那么烫？你脸好红啊！薇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以你的名义开了一个离岸账户，让赎金先转到这个账户上，只要赎金一到账，我会立刻把一半转给昆塔，只要昆塔他们收到钱，自然就会放人。陈哲，你这种人根本配不上我女儿。这次去了泰国，你就别回来了。要怪也只能怪你咎由自取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您干嘛不用自己的名字开离岸账户？因为安排转账的事儿，必须由我来做。叔叔，转账这些事儿我也能做呀。你做不了，因为
你必须去泰国，跟昆塔当面交易。去泰国？欧长林，当年你揭发我非法集资、偷税漏税，让我数罪并罚，害我坐了19年大牢。现在，我用你儿子的一条烂命来还，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们还要等多久？现在出发。去哪儿？大厂。我们走。李美雅，你这样子帮我摁了多久了？已经按了1晚上了。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。薇薇，这个血方对退烧可管用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只要一发烧，我爸就这么给我推，推上几遍，烧就能退了。那你快歇会儿吧，我的烧已经退了。那不行，这一遍还没推完呢。哦，你这次的发烧就是惊吓引起的，外邪入侵。不过你放心，欧阳的爸爸已经跟他们都说好了，要当面交易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应该就能出去了。到时候我们就有水喝，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吃。李美雅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现在开始不要再说话了，你要保存体力。我以前对你那么坏，可你现在还对我这么好，对不起。好啦。小雅在呢吗？小雅在呢。我妈一犯病就叫我小雅。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妈就是叫错名字了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她应该是叫错人了。
你的意思是，你有一个叫小雅的双胞胎姐妹？拜托，你醒醒吧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哦，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妹，来泰国了，还正巧被你看见了。我说大姐，这个世界上长得一样的人太多了，而且说不定他们已经被那帮人给放了，咱就别再想这事儿了，行吗？我饿了。啊？我说我饿了。啊，我给你买吃的去。入门。你们是谁？到底想干嘛？他叫沙楚，昨天我打死的那个人是他的亲弟弟，所以他现在恨死你了。嗯，他是你杀的，他干嘛要恨我？不是地方对吗？他们怎么还不来？别着急，再等会儿。来了，别动。他们什么情况你了解吗？稳住了。立刻打钱！先别动，欧阳他们不在这里。
白。钱就在这个里边，随时可以给你转，但是我必须要见到人质。No! No! Stop! If you kill him, you won't get your money. 你的人安全，钱到账，人我放。这跟我们之前的约定好像不太一样，不合规矩吧？离交易还有15分钟时间，3点钟你钱要不到，你的人统统死掉，你们3个跑不了。别，袋子就是韭菜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们现在转啊，现在转钱。不行，不能相信他们。你疯了！我们现在有的选吗？没时间了。别争了。你干嘛？哎，你别乱了！What do you want? Get out, please. 哎，给我放开！嘿，你要干嘛？你别我，放开！哎，放开他！动他车！放开！No! Stop it, please! 王八蛋！我想你和你的兄弟们，无非是求财，不会害命，对吧？我再说一遍，钱我真的带来了，分分钟都可以转给你。人我可以不见，但是我必须要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我要确定他们每一个人都还活着，每一个人都毫发未伤，明白吗？哪能给呀？嗯？
你没事吧？走吧。报够了没有？报够了，快点离开这儿。他怎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。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太对，他电话怎么打那么长时间？我认为他不会死掉。现在还不能确定。按理说他们没收到钱，应该不会有所行动。稳住了，见机行事。好。ลูกพี่พวกมันหนีกันไปหมดแล้ว 你要的人安全，看，我说过，我要亲耳听到他们在电话里的声音。录制的视频我不会相信。赚钱，快！就差密码了。密码，输入。密码不在我这儿，不在我不知道，他在他那，把密码给我，快！还没有确认我们的人安全之前，不能给他密码。密码告诉他，不然我打死你！
你就开枪呀？哪能给啊你？哎，求财而已，火气别那么大，毕竟枪还没有拿到，对吧？赚钱，快点！赚钱，快点赚！一，加油！二，下来喽，给他。在这。你看，怎么样？密码都输完了，就差确认。人质。哪能给啊！别动！都别动啊！我要是敢动一下，你们老大今天就要被爆头了。文哲，把电脑收起来。不想死了吧？要你的人马上散开。散开！放开来，放开来！我简直都不敢相信，咱们竟然逃出来了！这算不算胜利大逃亡啊？杜若楠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来这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别那么多废话，开车。你是杜若楠？你认识我？他们追上来，快点！好。
主意吗？为什么？你死了，钱都是我的。可当然，我的人只会给你一半。你的人，你的人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点开！快点开！快点！行，最快，有门道你来，要不然你来开。